阿姑转外家。伫传统社会里，查某囝转外家，爸母拢会煮一顿好料来招待。厝内有啥物物件，嘛会互查某囝炸一份转去。若是厝内有兄嫂，爸母惊新妇知影，就偷偷掖互查某囝炸转去。有人就讲这是查某囝贼。等到众兄弟分开各食，即阵爸母无还家事啊，查某囝转外家，就变做阿姑转外家。咱有听过查某囝贼，毋捌听过阿姑贼，情形确实无共啊。伫农业社会里，兄弟分开，又原住共大厝内。这个时阵，老母的亲情是私亲情，老爸的亲情就是公亲情。因为阿姑是大房的阿姑，嘛是二房、三房的阿姑，是公亲情，情形就有一寡复杂。头一层，兄嫂细金仔若好礼好客，大家就相争求阿姑去因兜食饭。一句话讲，假求甲无手软，大刀求甲无来基。即款阿姑是好命姑、福气姑。第二层，兄嫂细金仔惊人食，看到阿姑来，大家就你溜我选。可怜的阿姑，就变做公听无人扫，公亲情无人叫食到。好伫家在，迄只老狗还会认得即个老阿姑较早住伫遮。会甲伊摇尾吠三声，所以阿姑有另外一个片名，叫做狗门姑。因为干那迄只狗会甲伊尊存照问。第三层，兄嫂细金仔若是好面前徛，伊就会甲你安尼讲：姑仔，你来拄着猪颈肚、菜园骨菜骨。鸡细只鸭腿毛，互你听到饱甲胃。这就是古早时代阿姑转外家的3种命运。作者屈文锡。